會試試。當真火警要明知，即刻熄就一拍當先。當真火警難去理你，你有意見講清講楚，但你現實冇情講，放學後你要見我。警鐘一響要演習，別再等。如果心裏突然一股激動，定是愛情已驟然讓面頰通紅。原來關心會默然掀起心動，期望我倆會有天將心接通。警鐘一響，要演習，別再等。縱使命運仍難預計，這責任多矜貴。有一天他患怪病，突發就快將冇命。但係帶佢算命，卻係話係用奢侈品續命。我契妹細個命格係缺金五行。要共那光陰去賽跑，落敗又怎拗？就如獨坐在列車前行時，竟知往後退，一眼便換做別境，無暇從頭翻看已別去。突然卻發覺我也被列車帶動，共那風景所經變化未盡頭，心境跟眼界亦在移動。今晚我早有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起飛。Hey babe，我哋係咪發展得太早？雖然準備好，但我係冇乜經驗，真係唔知點算好。你問我點算好？唔使煩惱，我會列住你，好似西遊記到西方極樂淨土，確保今朝食完嘅生蠔，一陣你就知味道。想請你盡情操，保證不要前氣夠喪情，發出叫聲，盤骨有力勁強勁，從不想你叫停，啱晚入夜就嗌餐嘅。難得彼此也合襯，防遭異人對望入神，袒露情慾彼此貼近，來熱吻。持續練習動作，中獎可努力，來吧順從直覺，失手當經歷。持續練習動作，你也可相信每分努力，哪怕陷入困境，亦華麗覺醒。若人生平淡沒感覺，人人亦能快難樂。關其實亦很痛愛，還是從今無視我困境，因你在都感激後代。電視劇會更熱鬧嗎？捨不得嗎？仍能擲界嗎？定吧。嚟當可繼續留下，想飲總有湯也能。